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上任了后第3届来咱台湾访问，伊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一定会照拼照行，伊嘛期待台湾爱拍拼保持现状。咱总统蔡英文有感谢美国的协助。另外，中科院伫举办基地，即嘛有起一个火箭静态测试场。学者是分析讲，咱火箭生产的技术若是有进展，安尼咱家己制造飞弹的能力嘛会当提升。总统蔡英文接见第3摆访问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蔡总统希望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后续谈判能顺利。台海局势紧张，也感谢美方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我们也要感谢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国防需求，持续落实对台军售的常态化，来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It bears repeating.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It is principled, and it is bipartisan. We stand with our friend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we also welcome y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President Tsai,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国防自主更加展现守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中科院强化太空火箭的研发，伫屏东九批建造深入地下4层的火箭静态测试场，渴望伫2026年进前有5条火箭个体推进这生产线。另外包含金定型、天宫3型防空飞弹、向空3型反舰飞弹这相关的种类，伫造推也是加力部分，拢会用固体火箭来协助。学者分析，太空科技伫军民两用科技的性质增强，研发火箭技术也在强化自制飞弹的产能。台湾在国防的投资上面，其实花很多力气在不对称作战上面，去强化我们在精准弹药上面的投资还有建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去首先第一点在防卫上面，你去增加它的这个固体火箭的生产能力，它是有绝对的必要性的。学者讲，未来混合式火箭技术是重点，应更加精准，加要载物件送到有定的所在。火箭加飞弹科技更加是连斗阵，火箭技术有突破性的进展，自制飞弹能力也可望能提升。中科院是回应，各项研发设备建制，拢是依照任务需求来办理，牵涉各方研发基本的事项，无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